美国海关昨是对咱国内脚踏车品牌捷安特的古代集团来发布暂扣令，禁止相关的产品进口到美国市场。因质疑讲，伫台湾的工厂工作条件歹，佮有过度加班等违法的行为。今仔集团透早嘛发动性，强调讲因真冤枉，嘛向美方来解释，争取撤销暂扣令。但市场的买气还没有回温，现在所谓的艰困产业，因为美国对顶关税冲击，脚踏车大厂古代集团9月初才家己笑讲是艰难的产业，即摆煞面临更加大的危机。美国海关加边境保护局 CBP 二是针对集团所销的脚踏车甲零组件发布暂扣令，禁止相关产品进口美国市场。也是非常压抑，因为自始至终，其实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来自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，就 CBP 这个单位，他有做任何正式的这个访问。从今年1月开始，所有新聘外籍劳工的这些招聘中介啦，跟政府相关手续的一些处理费用，都是由这个巨大公司来全权负责。古代集团发言网表示，目前已经甲美国当地律师联络，会赶紧提出申诉，争取撤销暂扣令，而且目前影响范围是台湾制造厂输往美国的产品，初步估计影响合并营收超过4%至5%。而且 CBP 公布资讯，目前美国当局是怀疑古代台湾厂牵涉到强迫劳动，佮依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，确认5项强迫劳动指标，包括滥用弱势处境、工作甲生活条件无好、债务索罚、扣留工资甲超时工作。强迫劳动的禁止，它是全世界皆然的，用强暴、胁迫、拘禁或其他非法的方法来强制劳工从事劳动。你只要去威胁到他，跟他讲，你如果今天不加班的话，明天你开始就不用来了。那其实这个就已经该当这个强迫劳动。对这件代志，经济部的意思讲，会甲劳动部合作，协助解决古代可能牵涉到的强迫劳动议题。伊伫 CBP 赶紧撤销暂扣令，劳动部是表示会协同地方政府入厂去了解，佮积极协助提出改善的方案。不过因为受到国际风暴影响，古代估计2月开盘肉跳空大落，盘中上价肉到91块半，落价幅度将近9%，市场持续伫看后续的影响。记者采访报道。